自2026年7月初7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敢讲台湾无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梁记下卷第1章第19、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梁记下卷第1章。亚哈死了，摩押背叛以色列。以色列王亚哈谢伫撒玛利亚对王宫楼顶的栏杆绊落来，受伤。就找使者对因讲：“恁去问以革伦的神明巴力西卜，我这伤会好袂？”上主的使者甲提斯比人以利亚讲：“你起来，去见撒玛利亚王的使者，问因讲：恁去问以革伦的神明巴力西卜，是因为以色列中无上帝是无？恁着去甲王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袂当搁对现在跌倒的眠床起来，你定会死。”以利亚就去。使者倒去见王，王问因讲：“恁是安怎倒来？”使者应伊讲：“阮拄到一个人，伊甲阮讲，你倒去见找恁的王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找人去问以革伦的神明巴力西卜，是因为以色列中无上帝是无？所以你袂当搁对现在跌倒的眠床起来，你一定会死。”王问因讲：“来拄到恁，甲恁讲这话的人是甚物款人？”因应讲：“伊穿有门的衫，腰下披带。”王讲：“伊一定是提斯比人以利亚。”王就派一个管50人的军官，带遐的部下去以利亚遐。伊爬上山，看到以利亚坐伫山顶。以利亚应军官讲：“我若是上帝重用的人，愿天降火，烧你甲你迄50个人。”就火对天降落，烧灭伊甲迄50人。王搁派一个管50人的军官，带遐的部下去以利亚遐。军官甲以利亚讲：“上帝重用的人，王命令你赶紧落来。”以利亚应讲：“我若是上帝重用的人，愿天降火，烧你甲你迄50个人。”就真大的火对天降落，烧灭伊甲迄50人。王第3遍搁派一个管50人的军官，带遐的部下去。迄个第3队的军官爬上山，跪伫以利亚的面前，哀求伊讲：“上帝重用的人，求你看我甲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做宝贝。已经有火对天降落，烧灭以前2个军官甲迄100人，但求你看我的性命做宝贝。”上主的使者对以利亚讲：“你甲伊落去，毋免惊伊。”以利亚就起来，甲伊落去见王。对王讲：“上主安尼讲，你派人去问以革伦的神明巴力西卜，是因为以色列中无上帝，互你通问是无？所以你袂当搁对现在跌倒的眠床起来，你一定会死。”亚哈谢就死，拄照以利亚所传达上主的话。王无囝，伊的小弟约翰兰煞接伊做王。迄时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囝约兰做王第2年。亚哈谢其他的事迹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敢讲台湾无上帝。亚哈谢借伊歹王对楼顶的栏杆绊落来，受重伤。
伊无按以色列的上帝祈求，反倒托人按外族神明巴力西卜求讨。即件代志惹怒上帝，搁招来死亡的咒诅。今仔日即段经文诚做真侪人信主了后的保命符，搁深信上主看重立约的效力，陪伴和违约必然带来严厉的审判甲管教。敢讲以色列无上帝？即句强调内部盟约关系的话，原本是强化以色列人对上主的信靠。但是当经文的詮释开始外溢以后，却慢慢变成奇邪的外部受训。穆萨杜比这个后实面心学家认为，圣经本身就是一部帝国文本，伊记录以色列安怎对埃及帝国的受压迫者变成埃及地的殖民者。咱看到，当阿舍向迦南地原住民非利士人的神求助，反倒互本族的上帝咒诅，这也加深上帝子民对在地信仰的奇邪甲畏惧，一直延续到今仔日。2025年9月，花莲马太鞍经历灭川的大水灾，部分牧长主张这是来自上帝的愤怒，因为自2018年起，部落丰年祭就不断出现张力。过去真长一段时间，部落多数族人是基督徒，因为安尼，1970年代达成共识，丰年祭无搁再办祭祀，改由基督宗教神职人员做祝祷。但是近年来，真侪族人呼吁恢复传统祖灵祭仪，搁做大水即年拄好改请巫师祭祀，基督宗教神职人员无搁再受邀请。这对一寡基督徒来讲是直观的震撼，因为受灾部落和教会长期被基督徒族人视为阿美族的耶路撒冷。当圣城受毁，差不多人人拢在找缘由，所以简单的奇邪观点往往成做属性的解方。但是，安尼的理解敢真正是上帝心意是无？这敢会是神约咱启示的迄位基督的心意是无？若简单因为安尼部落就受天谴，佫应该安怎看遐个基督教传统的欧美国家呢？因的教堂变做观光胜地，基督徒的比例年年降落，上帝减毋是要搁再兴起蒙古大军毁灭因，敢是？当然，笔者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忠诚的信徒，但是咱上时也是规约年的外邦人，只有照着基督耶稣才通进入救恩的内面。拄亲像黄宗辉牧师主张的，福音必须踮每一个文化中多成肉身。今仔日的基督徒若只是复制压迫者的眼光，就亲像以色列对被压迫者诚侪压迫者，咱搁要安怎讲耶稣带互咱新眼光呢？台湾当然有上帝，而且伊一直拢伫遮。咱若会当对奇邪咒诅的排他主义，行多成肉身的新眼光，就当确信上帝无所不在的主权。上帝毋是带着宣教师漂洋过海来台湾，上帝一直拢伫遮。耶稣基督拄好是伊上完美的彰显。日想，
我是毋是有意识到家己也是新约的外邦人？因为安尼，搁较愿意回应伫新约的恩典甲精神中，或者我只想要负这压迫者的角色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更新我的眼光，互我对排他和咒诅中行怜悯甲谦卑。求你帮助我承认你无所不在的主权，互我会当伫无共文化中看见你的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